國際消息的部分，咱要帶先來關心的，就是美國加州的愛德華空軍基地呢，是來發生一樁飛安事故。有一隻 B-52的轟炸機在起飛了後無偌久的時間，是熊安尼摔落來，閣導火燒。頂頭呢有8個機組人員是全部罹難。目前當局已經封鎖現場，也展開調查，要來釐清這樁事故的原因。對空中看落去，一大片沙漠燒甲臭火焦，現場閣繼續咧唱高煙。大隊消防甲急救的車佇四邊抬兵。美國空軍一隻 B-52動運艦堡壘轟炸機，15佇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飛上天了後無偌久，熊墜機。頂面的8位機組員全部罹難，包含美軍的現役軍人、政府的僱員甲民間的承包商。軍方表示，這隻轟炸機屬當時當咧執行平常時的測試任務。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hich is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確認現場畫面了後，軍方判定這是一樁無法度挽回，而且無人活落來的致命的墜機。B-52轟炸機自1950年代服役到今，是現役上資深的轟炸機之一，一直是美國戰略轟炸機部隊的主力，會當掛上幾架核子武器。因為無人機已經差不多燒到烏有去，增加調查的難度。軍方緊急成立安全委員會收集初步的資料。At this point, we don't have any indication as to what the cause was of this. We won't be able to release that information, and we don't have an ability to get that anytime soon.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stand up an interim safety board to do the initial gathering of the facts, and that will then lead to a safety investigation board, which will look into those root causes. 這件事故是 B-52轟炸機對2008年迄陣佇關島附近海峽墜機致使6人死亡的事件以來，上嚴重的致命飛行安全事故。軍方表示，完整的事故調查報告按算至少要30天才會當出來。佇釐清真相的時，軍方也全力協助罹難的美軍因的家屬處理隨後的代誌，陪伴因度過這個艱苦的時刻。公視新聞鄭怡仁報道。